三角形 CDE 嘅，咁 A 同埋 P 咧就當係 area 同埋 perimeter 周界。咁依家佢就話叫 triangle CDE 嘅 inscribed circle。嗱 inscribed circle 咧係解內接圓，意思即係喺個三角入面畫個圓形。咁我一陣會畫埋俾你睇。咁佢就話叫呢個圓形嘅半徑 radius 叫 R。佢就叫你證明呢條式 PR 等於嗱，首先呢條式咧，我哋寫一寫另一個版本 area 等於 RS， 前面都是有呢條式。咁如果你中三咧嗰個四心咧，其實我提及過呢條式嘅，咁其實唔難證明。咁我哋好快睇一睇點樣做啦。首先試下畫個三角形出嚟，跟住畫個圓形。嗱 inscribed circle 我哋呢個三角形入邊畫個圓形，個圓形要啱啱好貼住見到呢三個點嘅，即係啱啱好 fit 到。好，咁呢個就叫 inscribed circle， 個半徑叫 R。好，我哋要證明咧就係呢條式。咁首先咧，你見到呢度個 A 嘅 A 咧係講緊 area of triangle 呢一個三角形。我哋點樣計呢個三角形面積咧？話依家我哋界三條線，將呢啲角落頭咧連埋呢一個圓形嘅圓心，咁兩條半徑會好啲嘅。依家咧其實有三個三角形，分別係1、2、3。咁其實 R 係咩 ？R 係高嚟嘅，因為半徑係垂直 tangent。嗱，所以我哋點樣計成個三角形嘅面積，即係個 A 咧，就係將三個三角底乘高除2分之一 DE 乘 R。嗱，你呢個就係第一個三角形，跟住如此類推，咁就再加2分之一 CD 乘 R， 再加2分之一 CE 乘 R。然後你會發覺有啲 common factor， 就係2分1同 R。咁我哋抽出嚟，如果你成條式抽出嚟咧，翻 DE 加 CD 加 CE 咪即係三條 B 加晒咯，可以即係 P 周界2分之一 PR。好，然後你將呢個2分之一乘過去左邊咧，你就會得出 PR 等於2A， 即係題目叫你證明嘅咧。咁我哋完成嘅 A part 㗎啦。我哋咧點解會有條式 area 嘅 RS 咧？因為其實你只睇翻2分之一乘 P 係半周界。半周界咧，如果你記得咧，我哋學過希羅公式 Hewlett formula，S 係半周界。咁所以如果你將呢個2分之一 P 變做 S， 其實你有另一條式就係呢一個樣 area 等於 RS， 其實係同一條式嚟嘅。三角形面積等於半徑。inscribed circle 嘅半徑乘翻半周界。呢 part 佢而家就話有兩個坐標叫 HK 嘅。嗱，陣間我哋畫幅圖出嚟，跟住佢就話 P is a moving point， 就會令到 P 去 OH 嘅距離等於 perpendicular distance P to HK 嘅距離。我哋 B part 試下畫幅圖出嚟，我哋 highlight 嗰兩條線 OH。P 去 OH 嘅距離要等於 P 去 HK 嘅距離。依一叫你 describe 個伽馬，即係個 locus， 同埋個 OHK。OHK 係呢一隻角。如果你有溫書咧，首先呢兩條線咧，佢唔係平行線嚟嘅。如果唔係平行線，我要維持一個相同距離。咁其實我都係嘗試喺呢度界一條中間嘅線，其實就係角平分線 angle bisector。睇翻咧個伽馬 is angle bisector of angle OHK， 係令到呢兩隻角斬開咗一半。angle bisector 邊二，佢就叫你 using A find equation of 伽馬，咁即係揾呢條線啊，用公式去揾呢條 equation of 伽馬。先咧，你一定要諗到一樣嘢就係、到底 A part 呢一個同呢條線有咩關係咧？畫翻個 inscribed circle 線嘅 angle bisector。同內心有關，咁內心咧 eccentric 咩嚟嘅？其實係講緊一個三角形整一個內接圓，即係 inscribed circle 入邊嘅圓心，其實就係內心啦。我叫佢 I 之線啦。咁 eccentric 講緊呢個圓形嘅圓心，咁亦都會穿過角平分線 angle bisector 平分線同四心嘅關係。我哋只要計到呢一個坐標，咁我呢個題目就做完啦。咁你有兩粒點，你就揾到斜率㗎啦。equation 直線嘅 equation， 咁你要計斜率一粒點啊嘛。留意呢度題目個三角形有冇橫線或者直線，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線索。條就係橫線，呢個圓心我拉條垂直線落嚟，咁其實呢一個就叫半徑，因為半徑 radius 係垂直
tangent 嘅。你諗下有冇橫線先？如果有橫線，整條垂直嘅半徑先。嗱，咁依家話俾你聽，呢粒點就重要啦。同對於呢條垂直，我哋依家咧會知道呢一點嘅圓心嘅個 y 坐標就叫 R 啦。一定要佢橫線，你先至知道係咁嘅。你諗一諗啦，我 y 坐標咩意思啊 ？y 坐標嘅意思就係講緊呢粒點同條 x 軸相差幾多嘛？例如我呢度高度係5嘅，咁 y 坐標咪5咯。嗱，所以依家因為呢條線嘅高度係 R， 所以你就知 y 坐標係 R。不過佢條線係斜嘅咧，你就唔得嘅。呢個第一。咁第二，咁 x 坐標咧，嗱呢個就唔知嘅。例如我叫佢做 L 先算。咁但係一陣咧，我哋會計埋 L 嘅。咧就先計 R， 咁就係用翻 A part 呢個公式。例如個 A， 你知唔知咧？3粒點嘅坐標嘅面積，例如個 A 咧，咪就係底乘高除2咯，面積嘛。咁周界個 P 計唔計到咧？個 P 都計到啊，因為你已經知道晒3條 P 嘅長度，你有晒啲坐標啦。喺周界咧，我哋計埋嚟計 OH。咁 OH 嗱呢啲全部用翻 distance formula 就計到啦。咁呢個就應該9減0嘅2次加12減0 2次，呢個15嚟嘅。HK 就係9減14嘅 square 啦，加12 square 13嘅00，呢度14零，所以要14。所以依家周界咧就係15加13加14。咁面積咧，面積就係底個底係14，高咧其實你睇翻係12，因為最高呢粒點個 y 坐標係12，咁所以個高係12。面積係14乘12除2，改翻啲唔識啦。ER 等於 2A 咧，咁我哋塞晒啲數字入去，個 P 咧就係15加13加14乘翻 R， 就會等於2/1 14乘12，睇到 R 就4㗎啦。計翻佢嘅坐標啦 ，L 4啊，試計埋個 x 坐標，兩個方法計嘅。咁第一個方法咧用 tangent property， 先我試下 high 呢啲線俾大家睇。tangent property 你會知道佢會等於另一條線嘅長度，就係呢條線同呢條線係一樣長。佢有個交叉點嘅話咧，呢兩條 tangent 嘅長度係一樣，呢一邊都係一樣嘅。呢就係剩翻呢一邊3種顏色嘅長度就會一樣嘅。橫線好重要。頭先講過呢條係橫線咧，咁我知道咗個高度就係 y 坐標啦。咁 x 坐標咧，其實話俾你聽，呢一忽就叫 L 嘅，同 y 軸嘅距離。tangent property 上邊呢一忽都叫 L， 因為呢兩條係呢一條係15嚟噶嘛。咁所以我哋只要將15減 L 就可以表示得到呢一忽。咁再用 tangent property， 呢度都叫15減 L 嘅。藍色我哋睇下邊成條係14減 L 嘅藍色呢一忽，右手邊呢條線15減 L 同14減 L， 但係成條線咧，其實我哋前面計過，佢幾長咧係13嘅，15減 L 加14減 L 就會等於13。咁我哋就計到 L 係等於8嘅，知道 in centre 嘅坐標咧係84啊嘛。想揾呢條線嘅 equation， 寫翻條式啦，跟住其實多一篤機就搞掂㗎啦。6加2減 y 除以時間嘅啫，即係12減4除翻9減8，咁你計到個斜率係8嘅。一個公式 equation 點樣就係 y 減 y1等於 m 乘 x 減 x1。咁你用翻 program 3啦，線嘅 equation， 咁打翻00。咁我哋最尾有一入個坐標9、12、8、4，頭兩個數字，因為我哋直接計呢條線。咁所以 y 咧其實等於 8x 減60，y 等於 mx 加 c， 咁我哋答案就係 8x 減60，係一個方法。啲難啲嘅題目其實好多年嘅 past paper 都係用我哋呢一條咁嘅做法嚟橫線或者直線。咁成個流程就係咁啦，就係因為咧我用完 PR 等於 2A 咧，或者 L 等於 RS 去揾到半徑之後，你就表達到個 y 坐標。咁然後用翻 tangent property 去計翻 x 坐標，咁成條題目其實就係咁啦。嗱，第二個方法咧最好有橫線，咁你先用呢個方法。你見到呢個橫線，請你試下拉斷一條線去圓心 angle bisector 角平分線，即係呢兩隻角係一樣。好，咁點解我話你留意有冇橫線咧？因為其實呢一條方法咧係用角去做嘅。
咁你應該知道橫線嘅話咧，呢一直角叫 theta 咧，其實我哋有條公式㗎嘛 ，tangent theta 等於斜率。我哋先計呢條線嘅斜率，然後再用 tangent 去計晒成直角。咁我哋先寫先。tangent HOK 咧就會等於個斜率啊嘛，個斜率就係擺明係12除9㗎啦。因為呢個00嚟嘅，你自己砌翻條式，即係12減0除9減0，你 shift tangent 12/9，咁會等於53度嘅。只要我除2，我就計到呢一直角。好，咁我除2先啊，除2就26.56。咁我哋今次就用 sin cosine tangent 去計 L。嗱，由於我哋知道打直係4嘅，咁所以咧你諗一諗，如果我想計 L 打橫。咁只要我 tangent 呢一隻 tangent 呢一隻，咁我就會打直除打橫 tangent 翻呢一隻 IOK A 除 L 嘅，我直接 tangent 呢一隻就得㗎啦。咁你會發覺原來你係0.5嚟嘅，4除0.5，寫翻個 in centre 就係8:4啦，一模一樣嘅前邊。呢度我就唔再做落去啦，我唔再做落去啦。咁你睇翻前邊，其實抄翻頭先我哋做嘅嘢嘅啫。方法咧係利用咗 angle bisector， 因為你知道 in centre 其實佢嘅定義 definition 係 angle bisector 去做嘅。後面呢一忽咧你就照抄嘅啫，咁我唔抄多次啦。